如果你看过《欲望城市》啊 ，Kelly 的更衣室，你会发出惊叫的声音的话，那这一间同样也是，因为它真的是太完美，而且它的收纳太惊人了。是，这个大概是每个女生梦寐以求的更衣室。对，哦那因为这个部分的话，其实这是专门为女主人特别量身打造，因为她可以，比如说，周末的时候，她在这边，她可以待上1个下午的时间，干嘛？看看电视啊，折折衣服啊，收纳一些精品的部分。所以它的更衣室竟然还有电视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，边叠衣服边看电视嘛。是啊，这是很舒服的一个享受。OK， 那我相信它的精品包包一定也很多。是在这部分的话，其实我们在柜体里面都是量身打造的，那每一个都是有它的尺寸的。像这个部分呢，这个是专门。整柜它就是它的包包，所以这个是有高度的。那每个高度不一样，就是分门别类它的不同高度的包包。可以抽盘抽出来吗？是啊，每一个都可以。你看，我都不会忘记我有哪些包包。而且数量因为很多啦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每一个层都是不一样高度，它才有办法完整的收纳它的包包。哇，你看连这边下面也是，对，非常多。哇除了包包还可以让你尖叫之外呢，就是再来就是我们还有它的鞋子跟衣服。哇，对，那这个就是鞋盒的时候，我们当初也是去他们家量好每一个尺寸，然后放的，所以这个高度是有它的原因的。好棒！是，那上面的话，因为它屋主的收纳其实非常的棒，所以它在上面的话，它是做了很棒的一个收纳。它还有我们帮它设计一个精品的部分哦，你看这样子的展示柜就很像我们在精品店看到它的。对，那因为这边的话，我们除了这下面帮它做一个可能黑色的部分，让它衬底，让它整个珠宝的颜色可以跳得出来。对，所以下面它也是收纳的。好令人羡慕的更衣室哦，很想来问问设计师，你对于这个空间的想法，你会分享给我们什么？是在这个居家来讲的话，其实我们对于家，我们就是一个概念，就是家其实就是我们生活记忆的一个累积的地方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家除了是居家收纳美观之外，我们希望就是它是一个很舒压、很放松的一个生活空间。同时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你让时尚跟古典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混搭。是不同的元素，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做不一样的效果。好，这个房子你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也许这是你将来房子居家装潢一个很棒的风格做参考哦。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林设计师了，谢谢。